这届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空袭了后，住伫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台湾人讲，因一家伙仔困困的，常常听到爆炸声音，因是今暝秘去防空洞内底，加在人是拢平安。针对这届伊朗的这个行为，咱国外交部嘛表示谴责，呼吁各方拢爱有站责，用沟通来解决问题。另外嘛，呼吁民众最近是尽量唔通去以色列，也有伊朗。 分享以色列耶路撒冷防空系统那在伊朗飞弹无人机攻击画面，住伫当地台湾人约阿咪透过名册报平安，表示大家伫困梦当中听到爆炸声音，赶紧密集出来防空服。现在是半夜2:08，在半睡半醒中，然后听到爆炸的声音，然后就睡在这里。 约阿咪14号上传影片，翕耶路撒冷旧城区的情形。居民伫经过一暝攻击了后，伊完照常生活工作。商店是开的，景点是开的，教会是开的，然后以色列人也还是要上班。咱外交部也谴责伊朗的行为严重破坏区域甲全球和平稳定，发声各自站责，用沟通来解决，各呼吁国人最近避免去以色列甲伊朗旅游。 近期应避免前往以色列或伊朗旅游。目前正在以色列及伊朗从事商旅活动的国人，也务必提高警觉，注意自身安全。外交部表示，目前驻以色列代表处甲兼伊朗的驻杜拜办事处依然正常运作，亦甲侨民保持联络，随时推动应变措施。即马全球真济所在拢在冲突，台湾伫情报共享、资源协调顶悬，应该更加积极，各出口提悬国防预算。过去乌克兰。 那在战前，它大概都是只有3%，那在战后才非常快的速度来提升到36%。先做好这样国防预算的调整，来去面临这样的挑战。伊呼吁提悬国防预算，因为113年度国防预算虽然有大票6068亿，各创历史新高，不过为占比来看，只达到 GDP 差不多2.5%，无达到3%的砍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